荒漠甘泉4月1日，提摩太後書第1章12節，因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誰。唔知大家覺唔覺得我哋嘅人生就好似導航者咁樣，難免會遇到風浪嘅。曾經有一位老年嘅航行者講過，喺狂風暴雨中，唯一應對嘅方法就係將我哋嘅船停喺一個安全嘅地方，讓佢一直留喺嗰度。基督徒嘅生命都會係咁，有陣時都會好似保羅一樣，經歷過被風浪逼迫，甚至連太陽同埋星辰都唔會見到，又有狂風大浪嚟催逼，使到我哋得救嘅指望都斷絕。喺呢啲光景當中，我哋只係能夠做一件事，就係將自己停喺一個地方。喺呢個時候，理智唔能夠幫到我哋嘅，連過去嘅經驗都唔能夠俾我哋有咩亮光，甚至祈禱嘅時候都得唔到安慰。我哋只係有一個辦法，就係讓我哋嘅靈魂安息喺一個地方，一直咁留喺嗰度。我哋必須安息喺神嘅懷抱裏邊，無論遇到狂風暴雨、驚濤駭浪、閃電雷轟、濃霧冰山，我哋都要緊緊抓住上帝，將信心就放喺佢嘅信實、誓約，同埋喺基督耶穌裏邊永不止息嘅愛。願神祝福你。